大家好，歡迎收睇 News 100，我係今日主播 K 啦。先同大家講講今日嘅新聞提要。公安機關公開通緝20名台灣資通電軍成員，詳情係點？印度平民因為同情巴基斯坦被警方通緝，究竟又係點呢？皇后山村水質問題，政府稱已經裝多咗過濾網，派員上門接觸住戶，詳情又係點呢？收睇之前記得訂閱、讚好、分享俾更加多人知道啦。先同大家睇睇國內消息，公安機關公開通緝20名台灣資通電軍成員。廣州市公安局先後2次發布警情通報，稱廣州某科技公司遭受到網絡攻擊，並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初步查明，呢間公司遭受到網絡攻擊嘅係台灣民進黨局嘅資通電軍所為。近年嚟，台灣資通電軍頻繁咁對境內唔同嘅領域機構實施無差別網絡攻擊嘅活動，無底線咁發動網絡戰，圖謀竊取敏感性資料，向冇情報價值嘅網絡系統上傳台獨、精日嘅標語，煽動分裂國家，並且惡意破壞網絡系統嘅正常運作。事件已經影響機構嘅正常生產運營，涉及嚴重嘅違法犯罪。廣州市公安局決定對寧恩偉、劉冠軍等20名參與實施上述網絡攻擊活動嘅犯罪嫌疑人進行懸賞通緝。究竟呢班所謂嘅資通電軍係點樣運作？背後又有咩外國勢力喺度推波助瀾？等我哋一一嚟拆解一下啦。呢班黑客組織全稱為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佢前身係隸屬於台灣當局國防部老虎小組嘅網絡部隊，係2017年台灣民進黨當局成立嘅所謂嘅第4兵種，主要職責係統籌台軍方嘅政府，甚至民間網絡技術嘅力量，專門針對大陸、港澳地區實施長期嘅網絡攻擊滲透，妄圖竊取敏感性資料同埋情報資訊，甚至仲配合美國嘅反華勢力，發動輿論戰、認知戰，製造民族對立，妄圖擾亂社會秩序。據警方調查顯示，台灣資通電軍近年嚟偽裝成幾個黑客組織，通過漏洞掃描、密碼爆破、釣魚郵件咁樣攻擊等初級網絡手法，試圖竊取大陸地區嘅敏感性資料同埋重要嘅情報資訊，干擾企業正常營運活動。2022年，針對大陸地區科研教育相關領域發起大規模嘅釣魚郵件攻擊活動。2023年進一步擴大攻擊範圍到政府機構、國防軍工、交通運輸領域，尤其係對機場、民用航空力嘅目標展開活躍嘅攻擊。2024年又將攻擊目標延伸到海事領域，試圖竊取大陸地區嘅海事相關情報。另外，台灣嘅資通電軍偽裝黑客組織，對大陸同埋港澳地區嘅數位媒體服務系統以及相關嘅網站、戶外電子屏幕、網絡電視等開始滲透嘅入侵，違法上傳發布大量嘅台獨分裂、精日等標語，惡意詆毀侮辱中華民族抗日英雄，借中華民族集體傷痛取樂，挑撥離間兩岸人民嘅感情。近年嚟更加對大陸同埋港澳地區重點嘅部門、重點嘅領域嘅網絡系統實施數千次嘅大規模網絡攻擊。大陸技術團隊通過台灣資通電軍嘅攻擊活動進行追溯，發現佢哋嘅攻擊手段粗暴簡單，為咗攝取所需嘅情報資訊，甚至對於攻擊源頭資訊唔做過多嘅隱藏，有啲以網絡泄密活動為主，有啲以散播虛假資訊為主。由於佢哋較多使用虛擬工具，留咗好多攻擊嘅痕跡，因此亦都為大陸技術團隊快速鎖定相關人員提供咗更加便利嘅條件。從痕跡中仲可以還原出黑客嘅路徑，喺路徑中可能包含佢嘅用戶名同埋項目對號。另外有佢嘅編譯時間，呢個有可能同佢嘅工作時區相對應，仲有可能帶有一啲佢嘅內碼字元集。呢個亦都係有助判斷黑客來自邊個地區。
台灣資通電軍攻擊人員往往會惡意破壞目標系統、刪除系統資料、惡意篡改資料或者格式化系統存放裝置等，企圖干擾企業正常生產營運。另外，據知情人士透露，台灣民進黨當局長期同美國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等情治部門合作，配合美國亞太戰略，妄圖依美謀獨。美國情治部門則長期為台灣資通電軍提供人員培訓同埋技術裝備支援，多次派出所謂嘅前出狩獵團隊赴台，對我哋開展網絡攻擊。可以睇得出嚟，台灣資通電軍做呢件事嘅目的，更加多嘅係同西方一啲國家共用情報，甚至出賣台灣同胞同埋大陸同胞嘅利益，為咗獲取一啲啲嘅政治資源。佢哋技術並唔先進，但係帶嚟有非常強嘅挑釁性。公安機關今次公開懸紅通緝，唔單止係為咗執法行動，更係一次明確嘅政治信號，係表明大陸唔會容忍任何形式嘅網絡滲透，更加唔會容忍外國勢力利用網絡手段破壞內部穩定。下一則消息，印度玩到咁大，81個平民淨係因為喺社交媒體同情巴基斯坦，就差啲被差人拉咗。有人甚至只係喺 IG 上邊 po 咗巴基斯坦嘅國旗。阿薩姆邦嘅首席部長仲大聲話要嚴打反國家貼文。但係咩叫做反國家？係咪 po IG 就係犯法先？今次嘅事件同4月嘅克什米爾槍擊案後邊嘅印巴衝突好似有關係。兩國明明5月已經停火，但係印度國內依家好似搞緊獵巫行動咁，反恐部門拉完咗間諜，依家連平民都唔放過。最離譜嘅係官員連具體嘅罪名都唔講，淨係話反國家就拉得，咁同文字獄有咩分別呢？其實印度成日話自己係全球最大嘅民主國家，但係睇到呢單新聞真係令人打個問號。民主嘅定義幾時變成唔准有唔同嘅聲音？仲有點解西方國家成日話關注人權，但係今次又靜雞雞冇咩反應呢？係咪對住自己有就隻眼開隻眼閉？更加值得諗嘅係，民族主義係咪已經變成咗打壓異見嘅工具？同埋印度咁樣瘋狂咁打壓，真係可以令到國家更加安全，定係反而會激化更加多嘅矛盾？大家係點睇呢？如果你喺印度，會唔會驚到即刻 delete 晒所有嘅社交媒體？留言講下你嘅諗法啦。下一則本地新聞，粉嶺皇后山村同埋鄰近嘅山麗苑食水現黑點事件持續發酵。房委會喺社交平台話，皇后山村同埋山麗苑嘅供水系統已經裝多咗濾網，務求令到市民安心。另外，水務署亦都表示，已經派員上門接觸住戶，現場目測食水水質清澈，居民亦都反映水質持續有改善。房委會表示，房屋署高度關注皇后山村同埋山麗苑嘅水質事故，並一直積極跟進，連日嚟加強沖洗供水系統，包括水缸、喉管同埋過濾設施等。琴日房署同埋水務署聯合實地調查，希望盡快揾到源頭。同時，房署已經參考水務署技術建設，即時喺皇后山村總水標房入邊嘅入水口額外加裝咗4個過濾格，並額外加設過濾網。另外，亦都喺皇后山村同埋山麗苑現有9個過濾格，額外加裝過濾網。當局提到，新增多重濾網嘅密度均可以阻隔直徑0.1毫米以上嘅雜質。希望透過多重防護嘅過濾系統，令到市民更加安心飲用食水。另外，房署同埋水務署人員再到皇后山村同埋山麗苑探訪居民，以了解情況，向佢哋解說部門連日以嚟嘅行動。居民表示，清洗水缸同埋加裝多層濾網之後，水質持續有改善。房屋署強調會持續觀察水質問題，會同水務署緊密聯絡。就食水出現咗沉澱物嘅成因，以科學嘅態度收集相關資料。沉澱物嘅樣本亦都已經送往政府化驗所，依家正等候結果，再進一步嘅溯源調查。水務署續指，
探訪人員中仔細聆聽居民嘅意見，並且解釋過去嗰幾日跟進嘅情況，包括水務署每日持續抽水樣本化驗，結果符合食水安全標準，並且已經要求相關嘅管理公司檢查內部嘅水喉管、清理水缸，再加過濾網。兩戶居民都向房屋署表示，採取上述嘅行動之後，水質持續有改善。而房署現場目測住戶家中取得嘅食水水質清澈。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就記得訂閱、讚好我哋嘅頻道，就可以收到我哋影片嘅通知啦。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